一个是给我更多的项目的了解，一个是在我知识方面会让我有更广泛的学习，它也是帮助我们結合 AI 和教育之間一個很好的一個橋梁，所以在我了解到這個課程的時候，我就非常的感興趣。本科直接嚟讀書啊，而家社會都對人工智能有好廣泛嘅應用，所以我想通過呢方面嘅課程學習，然後我深入對呢個專業嘅認識。我是跟他講我後面的規劃，然後他也是會給我一些相對的建議，說他能給予我什麼幫助，我需要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程度。這邊都是小組討論，你要有一個小組，然後你要去做一些 discussion。我覺得這個對於一些思維的一些碰撞，這個是非常好。它裡面學的一些東西和我們現在學的 AI 是非常的接軌，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興趣點。佢哋都會好希望能夠再進修人工智能，會唔會令到佢喺唔同嘅專業之後多一個人工智能嘅基礎，去讓佢再踏足社會嘅時候呢，能夠準備得更加好。